Hello，大家好。嚟翻個賽事嘅總結啊。咁周日嘅10場賽事咧，就3匹初出馬咧就一出即勝嘅。咁上半場咧爆到七彩啊，後半場咧就稍為正路少少嘅，相當之難搞嘅。伍盼之同埋呂建威馬房咧都開始復甦嘅。咁嘅賽事都比較精彩嘅。亦都有馬迷奇遇記喺第2場啊。大愛無疆咧臨場咧10幾倍咧落到2點幾。放頭入直路之前咧，哇西咗出去大外檔，帶埋嗰隻佐治傳奇。直路上咧就見咗成批馬咧，就兩隻馬飛咗出去嘅。直路咧兩隻馬追翻上嚟跑第一、第二，即係馬迷奇遇記咧，我就10幾年未見過咁嘅現象嘅。證明呢兩隻馬咧必超呢個班數嘅，及後咧都應該可以跟進嘅。嚟翻我嘅賽事嘅總結啊，第4場嘅16米，同個賽前預測係一樣嘅，我就贏出嘅馬咧叫長風小子啊，都係啲真情馬。咁呢隻活力精神咧一出閘就碌咗嚟，冇辦法啦。創科群英咧。沿途咧就喺包尾啊，直路咧，我覺得個騎師咧騎得麻麻地咁後追第3嘅。依場賽事咧，亦都係印證咗咧，而家16米咧就相當之弱嘅4班，稍為有啲質素嗰啲質心馬咧係佔優嘅。依場賽事咧，亦都帶出一個問題咧，贏馬嗰隻馬咧係相當之難嘅，亦都係出自嗰個一生好彩火悟空嗰場賽事啊！嗰場賽事嘅水準咧，估計就係強組賽事嚟嘅。星期四咧，有隻咧奮鬥心啊，亦都出自嗰組嘅，嗰場嘅跑第4嘅。大家可以留意下嗰匹馬嘅。第5場嘅4班嘅1004米，呢隻紅衣醒目咧。就直路咧，入到直路佢都未騎嘅，我以為大把在手啊！點知騎落去一隻馬冇嘅。呢隻馬咧神操啊靚，出賽咧表現係一般啊，及後咧都有機會係熱門嚟嘅，大家要注意下。呢隻有情有義咧，賽前咧入閘之前咧隻馬屙到大尿，呢啲係大忌嚟嘅。所有馬匹喺亮相圈啊，同埋去出賽之前咧。有屙屎啊、屙尿啊呢啲現象咧，都係唔好嘅現象嚟嘅。屙完督尿佢就入閘，你冇辦法嘅。隻馬都表現得唔錯啊，只不過咧 A 跑道咧成條直路都攞唔到位啊。就呢隻馬咧睇今日嘅走勢咧，及後都可以跟進嘅。第6場嘅康樂高球咧。出嚟咧就唔好似之前咁喺後邊啊，擺喺前邊咁都冇問題嘅，喺第3位。入直路咧就俾隻遙遙領先咧撞佢啊！試過2次嘅呢隻康樂高球啊，都係中段有馬加速，佢係冇辦法加速嘅。但係直路咧佢俾人撞完之後咧，佢又冇墮退嘅喎，佢又追翻上嚟喎。呢隻馬咧就可能係轉向咗長途嘅。每一次對今季咧對隻遙遙領先咧，佢都冇辦法搞掂佢嘅。我相信咧及後嘅賽事咧，佢有機會反勝佢嘅。第10場嘅3班嘅1004米，7號嗰隻一定超咧，臨場咧變咗大熱門，但係咧就今日嘅一檔咧相當之不利啊！成條直路咧都係冇望空過嘅。最後望空一下，佢就收啊，都係跑過第5，相當之可惜嘅。呢隻馬咧，我相信咧就必超3班嘅，及後咧再跟進。OK， 以上咧就係我嘅總結啊，拜拜。